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2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今仔透早4点，国道5号雪山崩坑，一台货车故障停伫内线车道，结果一台轿车撞去，轿车的驾驶死亡。国防大学教授甲明德负责开发军中的高端武器，也毋过传出私底下甲中国有合作。部长邱国正讲，犯国行为应该清杀。上届工资会今仔日立法院三读通过，头家违法上济罚150万，卖来公布头家的名。先开始来看，今仔透早4点，伫国道5号雪山崩塌，一台货车故障停伫内线车道，结果有一台轿车无注意去撞到这台货车，轿车的驾驶送医不治。货车的驾驶是讲，伊个未付肯检示牌，所以徛伫路边一直会手警告，也毋过嘛是发生意外。敢有牵涉到刑事的责任，爱个调查。警方来到现场，只看到一台白色轿车，车头全毁倒伫路中央，车内也有一名驾驶受困。这架车祸发生伫国道5号921.8公里雪山崩坑内，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破坏器材抢救掉伫车内的驾驶。根据警方调查，这个事故是因为送50人驾驶载运阿毛头的小货车，驶伫崩坑内时故障临时停伫崩坑内车道，互后壁的白车撞到。轿车顶的47岁姓杨驾驶，互救出来了后送医，也是宣告死亡。到达后，发现司机一名受困于自小客车内，本分队救助人员立即将人员救出。警方初步了解，剩50人无伫第一时间伫车后抗警时，不过伊讲落车敲电话联络的是有伫车后下手示意，未赴抗警时就慌乱，敢是涉及过失致死等刑责，由原等待警方调查。后方自小客车驾驶送医宣告不治，详细肇事原因由本大队调查中。根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车辆故障的时，爱随伫车后放警示标志，避免后续追撞。行车时速伫40公里以下的路段，是踩伫车后5公尺到30公尺；时速40公里以上，是踩伫车后30公尺到100公尺。警方呼吁用路人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总统蔡英文今仔早起出席陆海空军政任长官的典礼有19个人升少将，7个人升中将。另外，针对最近军中逼出强谍案，佮传出讲负责高端武器开发由国防大学理工学院的教授贾明德主持的先进系统工程研究中心方逼讲伊私底下佮有一间成立10档的公司，长期佮中国有合作。国防部长邱国正是讲，这款叛国的行为应该爱清杀，话是讲到正当。和每一个政任长官点头致意，表达祝福。总统蔡英文12亲身主持112年后半年陆海空军政任长官的主编典礼。这摆拢总有19个人晋任少将，7个人晋任中将。其中晋任中将的郭俊德是接管陆军偏防部的指挥官。在两岸情势这么紧张的时阵，偏防自然是台海前线作战上重要的一个点。我想我们澎防部在台湾西南海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屏障。那我们镇江部队镇海卫江，我相信过去之后会秉持各任指挥官打下良好的基础，持续的能够精进各项的战备任务训练。未来在强化部队的训练和人才的培育时，也持续精进，才能在快速变化的局势和环境中提升部队的应变能力。蔡总统讲到要强化部队的训练和人才培育，提升部队的应变能力。不过最近是少年社传出强谍案，国防大学理工学院的教授贾明德主持先进系统工程研究中心管高端武器的研发，亲身主持密宗导料、军艦电子炮等等上百件研究计划，所防逼出违法兼职，私底下成立公司已经10档，唔但和中国做技术的合作，董事会就伫咧学校内面开。贾明德阁真侪摆出入中国，引起国安的危机。就要枪毙掉，我们也期望这样子。邱国正是讲党话专案以上发办，革命的10档内经手68件研究案，国防部初步认定是无涉密的疑虑，但是拿着立委拢批评讲，国防内控失灵。不仅是叛国，还是占尽国家的便宜，那这个让人家觉得作呕，而且可恶哈。那真正问题是，10年来国防大学到底做了什么内控？这已经不是枪毙一个人的问题，而是
整体的部队的状况。国防大学这个教授的这些相关状况，那目前不管是行政调查或者是司法侦办都在进行。李德伟认为讲，这是废除军法了后的严重弊尾，要彻底检讨军纪教育失能。国防部是表示讲，中国对台的威胁唔闹飞弹，包括征收认知作战，国军对少数人的不法行为是表达严重的谴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第47届台湾日本经贸会议，早起伫台北举行。这届又按什么来签署日本约克哈马甲台湾家人两个港口的关系备忘录？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会长苏家全嘛五望讲，日本会当来支持台湾加入 CPTPP。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会长大桥光夫嘛表示讲，台日的经济关系已经是全球的典范，未来嘛正值得期待。今年一届台日经贸会议，经过5年伫台湾以实体方式来举办，除了驻日本大使谢中庭亲身出席，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会长苏家全希望会当争取日本支持台湾加入 CPTPP。若台湾能加入 CPTPP， 将有助于强化全球及区域供应链韧性，为经济永续发展做出贡献。仅在此，请日方继续给予协助及支持。双方合作的产业以半导体做例，台湾对先进制程较熟手，因为日本是专攻源头的设备甲材料，双方产业会当互相补助。希望透过投资甲合作，加深双方伫关键物资、半导体也有晶片供应的韧性。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会长大桥光夫讲，除了台积电伫日本设厂，台积电10月份嘛宣布要甲日本企业起半导体的工厂。对合作的进展是感觉真欢喜。今回の会議では、地方税制、すなわち横浜税関と桐生税関のこの間の協力に関する覚書への署名が行われる予定であります。1976年以来、日台間の貿易、経済面の課題を議論する重要な枠組みとして、良好な日台経済関係の維持促進に大きく貢献してきた本会議が货品的出关啊，这申报方面的手续啊，让它更简化。这部分的话，当然对促进商品贸易当然是有帮助啦。除了半导体的领域，台日双方拢表示，伫台日观光的旅游人数，嘛要促成恢复疫情进前的水准。专家表示，因为日本是 CPTPP 内底重要代表的国家，台湾乃当得到日本的支持，对加入 CPTPP 会真有意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早起，民众党的总统候选人郭文哲提出5大的交通政见强调讲要让公民参加交通改革的会议。国民党的侯友宜是讲要推动公立国小课后照顾全面免费，会当延到暗时的7点偏向甲6岁囡仔要开照顾专班，强调讲6岁到12岁囡仔国家来顾。民进党的赖清德今仔早起出席8一路的校庆，嘛推出竞选的广告。诉求是要成做世界的台湾，成就一个愈好的台湾。交通问题一直出来，台湾行人安全嘛变作国际关心的焦点。选前剩1个月，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提出5大改善交通问题的政策，加速交通改革、修改法规、公众参与高阶会议，中央建立统一规范、地方执行，重大交通建设回归专业评估，健全海空航网、数据治理、绿色营运，而且推动智慧运输发展策略等等。交通数据，你知道，可以驱动一个叫这个叫数位，不管是政府的数位治理它的数位产业数据本身是可以变经济的材料。交通不是只有个人移动的问题它涉及产业的基础国民党侯友宜是伫0到6岁国家市的政策了后，12个等6到12岁课后辅导政策，要来抢父母的选票，提出公立国小课后照顾全面免钱，各间学校拢课后的照顾班，课后照顾到暗时7点，配合家长下班来接送，鼓励民间参与，要辅导立案优质的私人机构来接受学校的委办。我们大概预算给他估一估，大概初步是说54亿，所以这类课后照顾免费政策，让我们的家长爸爸妈妈安心把孩子留到学校。
另外，好友21公布各项外交政策，简报是抗日和美国学者格莱伊做的翕的相片，和格莱伊伫个社群媒体 X 抗议。好友22嘛回实的，而且调整把这个相片提掉。赖清德以副总统的身份来参加8月120年的校庆，日本剧高校嘛在台湾做伙演出，近北嘛放出上新的竞选广告，诉求变作世界的台湾，成就一个更加好的台湾，全球点出台湾爱国加自信、团结、稳健向前。如今我们亲手打造维护主权与和平，是要拥抱世界呢，还是要依赖中国？是要信赖台湾，还是要依赖中国？这就是2020的这一场选举。罗定亚嘛讲，国际路线都是赖萧培和其他组候选人伫结局和关度上大的差别，希望选民会当继续选对的人。记者综合报道。愈来愈接近选举咯，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佮有医界团体早起开记者会来比拼3组候选人的医疗政策。工会是批评讲这3组人选的加薪政策，拢只是捧钱予病院尔，是无法度来改善医护人员过劳的状况。不止钱给医院，更要法规劳权。2024总统大选特别进入最后30天，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甲医界团体12共同召开记者会，批评3组总统候选人的医疗政见，针对护理师欠能力，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的策略是扩大招生护理科系的原则。工会烦恼一直补充能力，恐惊互病院更加无惊半人的压榨。基层劳工，新进的护理人员，他们已经没有实体实习的经验了。如果在接下来的就是新进的护理人员里面，他们的国考的就是标准都还放低的话，那只会造成就是资深的护理人员就是觉得要带他们的压力很大。另外，今年疫情当后，民众就医行为回归常态。健保财务真欠钱，工会指出，不管是郭文哲、侯友宜提出的增加医疗投资到 GDP 的8%，还是赖清德承诺的当年200亿提升医护人员待遇，其实拢是将资源发予医疗机构。基层医护敢是真正领会到钱，也是唔知影。而且3组候选人对医师劳权政策拢无讲到。希望看到更多的可以去制裁医院，或者是说去制衡这些财团医院呢，好去做一些对医护人做一些没有善待或剥削的这些行径。政府近年的调查也显示，并不是全部的医院领到这些费用都会拿来用来改善这个护理劳动的问题。工会认为，除了加薪降低工作量，也应该抛出其他的规划，像降低退休年纪。保障疾病安全等政策，才会当吸引护理师留任还是回流。呼吁3组总统候选人，无应该选前夜钱开支票，互血汗医护继续收。记者综合报道。台湾2050年要做到零碳排，国内环保团体嘛组成一个台湾气候行动网络，伊嘛检视3个总统候选人相关的政见哦。因指出讲，减碳上重要的产业转型的问题，这3个候选人拢无提出看法。总统选举愈拍愈热，3个总统候选人到底有提出什么款的政见？面对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环保团体有专门检视3个总统候选人2030年再生能源目标，发现3个人的政见内底再生能源发电比例是27%到30%左右，但是团团认为拢只有数字，无比例嘛无做法。其实他们都没有提出更细致的配比，太阳光电应该要多少，风力是多少，其他再生能源是多少，所以这让我们看不到他们详细的路径。环保团体指出，12结束的联合国气候峰会 COP28，各国希望制定更加积极的气候政策。团团也有成员到杜拜参加 COP28，伊讲现在是安怎加速再生能源发展，提升能源效率，产业转型是世界各国真关心的重点。针对钢铁、石化、水泥这些所谓的高耗能产业、高排碳产业里面的政策讨论，包含去订定所谓全球共识的低碳钢铁原则。这些耗能产业的减碳来讲话，其实才是这次 COP28 里面讨论方面的另外一个很大的重点。团团讲，虽然3个候选人拢有提出产业转型的政见，但是针对钢铁、石化、水泥等等高碳排产业，要欠缺减碳路径具体政策。思考如何强化现有的管制手段，包括空污排放标准、制程许可等。那政策的规划也不能再继续停留在传统辅导奖励
产业发展的思维。伫选前，柯文哲也特别建立网站，以这大气候政见的指标检视总统候选人目前的政策。柯文哲强调，因未来也寄公文，予每一个候选人要求回应，爱因提出实质的检讨政策，让民众来检视。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来看推动7档的上架工资法今仔日立法院三读通过了。未来制定工资的时阵，就要参考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嘛规定讲薪水未当比上架工资更较低，违法上最当罚150万，卖来公布头家的名。文字修正决议，最低工资法制定通过。有关劳工权益的上架工资法，12朝野党团加入动员。经过表决了后，总算三读通过。因为目前基本工资的调整是以基本工资审议办法，敢若是行政命令。2016年总统蔡英文提出定出上架工资法的政见，把行政命令提升做法律。经过7年了后，总算完成立法。最低工资法在朝野的共识下通过立法，也让基本工资的一个审议程序自命令提升到法律的位阶。最低工资法虽然完成3读，但基本上我预期最低工资法途径形式没有办法发挥它实质的功能。上架工资法明定，上架工资审议应该参考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拟定调整的幅度，卖当参考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等等的指标，而且规定由上架工资审议会负责审议。劳动部应该伫会议结束了后的30天内，伫官方网站甲会议记录公开。除了审议会认为有另定实施日期的必要，经过行政院核定以外，为过当年1月7日开始实施。今天看到最低工资法终于3读，我只能说，这不过是执政党为了挽救选情，才终于赶在这个会期的尾声，才通过。如何创造一个友善的劳资共荣的环境，并且合理的分配经济果实，这个才是长远的、长治久安的政策目标。上架工资法嘛明定，劳资双方议定工资，袂当比上架工资更较低。若违者罚2万至100万的罚款，情形若严重的，会加重罚到150万，而且会把伊名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诈骗，搁再进化咯。咱国内已经有犯罪集团使用人工智慧，用一模一样的声音来诈骗。刑事局表示讲，犯罪集团可能是利用市调，伫民众咧接听电话时就取得声音的特点。治安专家嘛讲话讲5秒钟，人工智慧就法度甲声音学甲要写要成要成咯。这个查某人去邮局领真大条的现金，请求协助护送。警方去到现场，发现无啥对同。那声音怎么跟我儿子的那么像？电话另外一边传来一个囡仔的声音，大声喊欠钱急要用。这个负责人耳仔听到啪啪啪，着急要甲88万交出去。来由警方推测，不法集团结合轻轨技术，用 AI 走声来港骗。那我们不排除说诈骗集团会利用这种市调电话或是推销电话，来借此收集民众的声音来进行 AI 声音伪造。真典型的，要看卖我是虾米人，这种犯罪的形式，今嘛结合新的科技，就算毋是公众人物，声音嘛有可能会去互诈骗集团摕来假造港骗。刑事局提醒，无排除有心人会为不明的电话、市调电话这种管道。来摕到声音的样本，持续讲话5秒钟，跟一般人像我现在在讲话的时候，基本上5秒，他就可以把它做一个模仿。科技的发展真快速，模仿声音变得真简单。治安专家表示，只要录5秒钟，就会当copy声音的特点，伪造到7成遐尔成。不过讲话模式也是加减有差。诈骗的步数是800款，来路不明的电话，拢有可能加做犯罪工具。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桃园有一个姓林的警察接到通知，要去处理车祸的事故，中途煞去弄到一台轿车这个警察酒测竟然超标，嘛予以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记2期大过免职，伊的主管嘛受到处罚。监视器清楚翕到白色轿车停当红灯，去互警车直接往后壁弄着。代志发生伫7早起8点，中立分局交通中队谢林警员啉酒驶巡逻车，要处理车祸案件。经过中丰北路一段兴南路口的时，突然弄到头前的轿车，好佳在无人受伤。那谢林的警员的酒测达到0.69毫克，以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后续依相关规定从严就责。0元报请2大过免职，
单位主管、中队长记过2次，并调整非主管职务，分局长记过1次。台湾酒驾防治协会经济新闻露出统计，今年到目前为止，有关警员涉及酒驾违规，甚至出代志的人数至少10位。身为执法者，知法犯法，协会也加以谴责，也公告啉酒的问题，建议啉酒过了后，至少超过12点钟才塞车。警察单位对于饮酒高风险者的这一些对象，应该每天上班前要实施酒测，确定他酒测值为0，才可以上班执行勤务。酒驾防治协会表示，今年1到9月，全国县市酒驾死伤人数前3名是台中1110人。桃园972人，台南669人，尤其台中那是总数上悬，甲去年同期比，增加率达到44.3%。呼吁各县市应该提出更加积极的酒驾防治作为。记者综合报道。市区真歹停车，互民众是真困扰。交通部嘛按什么来修正规则，甲黄线会当停车的时段直接写伫涂骹顶头哦。嘛要来开放地方政府家己做主，决定讲黄线禁止停车的时间，望讲会当互民众方便。台北市东坡路口甲南港路口是台北市交通大队统计高违规停车的所在。除了边仔是夜市啊，楼顶阁有真侪徛架，造成者停车的需求真大。啊，毋过附近停车的空间无够，就算这搭才够拖掉，要是足侪人会甲车停在黄线顶头。就是大家一个方便嘛，路边一定都会这样啊，对，所以我们是觉得还好，只是有时候如果有很高的车子停在门口，是真的比较困扰。搬东西对啊，不然真的有时候来这没地方搬，真的麻烦对啊，但搬上车就调走了。详细一看，这台黄线边啊拢有牌啊，顶头写着一直到暗时啊11点拢袂当停车，干会当临时停车。黄线禁止停车的时段，各地无同，互民众真困扰。照目前道路交通标志飘线号志设置规则，黄线禁止停车的时间是逐工早起7点到暗时8点，若有延长也是缩短必要，爱以标志甲牌啊标示。交通部证实，目前当咧修法，按算要甲黄线袂当停车的时段直接写伫涂骹，互民众一看就知。黄线禁止停车的部分，我们正在研议来修正道路交通标志标签号志设置规则，来增列黄线也可以用写在地面上的标志，来标示它禁止停车的时段。交通部已经伫咧11月初函请地方政府，会当看所在延长也是缩短黄线禁止停车的时间，希望未来甲时段写伫涂骹了后，嘛会当减少争议。因为设置规则是行政命令，交通部送内政部签署了后，无需要经过立法院就会当有个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花莲的德溪乡部分部落是使用简单的自来水管线接水，也毋过最近自来水管理委员会因为主委改选水管破气，拢找无人通处理，后民众是真不满，嘛开部落会议来抗议。到开倒落部落的水道头，真侪徛家拢面对无水通用，就算有水，这水也嘛是有够细港。因为山区简单自来水的管线闭气拢无人修理，互部落一个一摆开会，抗议政府无在管居民用水的权益。其实我们很早以前就发生这个问题了，只是说一直在今年从918大地震过后，然后我们一直都水的问题一直都没有办法有效的解决。德溪乡因为使用简单自来水管线，成立管理委员会来负责修正和修理。但是今年9月，原本社区的主委交接予新任主委的定书，是引起村民质疑讲无照新的组织中庭11月11做改选，但是政府甲打也未协议。既然我们都经过选举，然后就应该要去做下一步的交接，可是因为碍于新的团体，就是一直都没有收到那个县府的核备公文，所以就变成都新旧，就现在是目前是有点像是停摆的状态啦。官府原民处回应讲，9月社区的主委交接予县地主委定书并无问题，部落若要召开新的选举，嘛应该予县地主委来主持，公所维修的部分会先请公所来协助。依照他的组织章程，他的临时会议是要主委来召开。这第一个，第二个，或者1/3的委员提起，所以那天看起来，第一个主持人召开的不是主任，不是 V 主委；第二个是他也不是1/3的委员提起要开会，就是部落会议主席他还开会嘛。
其他部落的居民是讲，管委会身具人主委之争，结果苦的拢是部落的族人。希望政府会当搁较积极来帮助因，厘清争议，嘛较紧解决用水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艺人戴志源哦，之前伫网络铺文批评讲，中正纪念堂甲树仔撤掉，说食分区上过陷落。虽然中正纪念堂是强调讲，食分区伫民国98年就有咯，撤掉树仔是因为这个树仔喂着病。也毋过，中正纪念堂今仔早起嘛，甲园区内最后一块食分区的告示牌拆掉咯，开始全面禁薰。相片内底几啊张大樟树仔拢去互撤掉，规个光噜噜。艺人台志源伫社群平台真生气发声，讲中正纪念堂竟然撤树仔，搁设置食薰的区域，批评有关单位这个举动是喊呱呱。我前几天看他在砍心，好像好痛哦，怎么会把树砍掉？不过台志源去到心光火道，可能是误会一场。实际上去到现场，去互撤掉的树仔是因为去感染到合金病，所以撤掉。甲原底发觉真乌的树仔撤掉了后，看落加真空旷。嘛，这后民国98年已经设置的食薰区，看落更加显目。他不是为了砍树，是树有病砍了啊，这个原本就有的，西安区原本就有的，现在又开始禁烟，这也好啊，就禁掉了。中正纪念堂回应讲，树仔的合金病是树癌医袂好，为了避免大丛的树仔向倒去，所以才甲树仔撤掉，做土木的消毒。为了营造无食薰公园的环境，已经甲食薰区为3大缩减做剩1区。即个风波过了后，12透早甲上尾一个食薰区的牌仔摕掉，嘛代表全面禁止食薰。这些单位它可以依照自行的一个评估来进行就是设置的一个需要。那如果说它未来有规划要设置的话，那它可以跟卫生局这边就是进行申请，就是我们到现场去做辅导。中正纪念堂园区管理机关是文化部，照《薰害防治法》会当设置食薰区。不过，今嘛结婚的意识发展，要是有民众认为安尼观感无好。台北市卫生局表示，食薰区的设置爱符合相关的规定，亲像爱设置明显的标示，或者是袂当设置伫个人员来来去去会经过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今年10月卫生福利部提出5档480亿预算，要来照顾身心障碍者，帮助因会当自立生活。也毋过有身障团体就批评讲，这笔钱拢用伫机构教人事，因呼吁讲钱应该直接拨予身障者，还是讲用社会福利的点数，互身障者会当家己自由的运用。真侪身障者来到卫福部门口抗议，批评行政院提出5年480亿的身心障碍照顾服务补助计划，大多数的钱拢是用伫机构人员的人事费，也有建地费，和因的基态有真大的差别。这480亿，如果能够让障碍者能够参与使用的话，可以造福多少的身心障碍者，而不是说拿那个480亿再去建构出更多的管理机制来管理我们，这是不是我们要的？抗议者强调，每一个身障者需求拢无同，主张政府应该推动个人福利考作制度，透过评估身障者的需求，包含长照服务、个人助理、辅具轮椅、交通点数、生活补助等等，依照需求互因现金，或者是社福点数。也认为这笔钱要安怎分配，应该甲身障团体或者是身障代表做回讨论。我们不是只有需要硬体的无障碍，我们还需要空间、资讯、态度的无障碍，这些必须要立专法。那再来就是我们的个人助理也必须要有专法或专条。针对身障团体的诉求，卫福部嘛派出代表接受定情书。卫福部表示，针对预算的使用，未来嘛会经过国会审议，针对细节也会甲身障团体讨论。要推动这个制度，第一个跟我们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目前我们是现金给付跟实物给付是并行的，也就是实物给付指的是服务并行的，所以完全是要说由个人在市场上购买。问题现在是市场上没有这个服务了，所以我想，而且大部分如果在市场购买，我们很多的身障家庭他其实是负担不起的。卫福部的官员也指出，透过480亿的预算支持。按算2028年会当起造20个大自立生活中心，为台湾大约120万的身心障碍者提供支持服务，满足各类型的身障者需求。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以色列甲哈马斯佮继续在战哦，又佮传出讲，以色列伫10月把使用美国提供的白磷弹来攻击黎巴嫩南部的砖头。
因为国际人道法禁止讲伫贫民区来使用这款炸弹，所以嘛有可能会犯着在战争罪。美国白宫早嘛针对这事件表示关心。美国华盛顿邮报指出，以色列捌伫今年10月时，用美国提供的白磷弹攻击黎巴嫩南部的庄头，尚无造成9个村民受伤，各有4间厝互烧了了。因为国际人道法禁止伫贫民区用白磷弹这款武器，以色列行动恐惊是已经犯战争罪。按照美国白宫甲国务院11日讲法同款，拢表达关切。Seeing the reports, certainly concerned about that. We'll be asking questions to try to learn a little bit more. 因为白磷弹接触到送数了后，会以1500度的温度烧起来，产生真侪高烟。白磷弹的化学物质，会对人的皮肤甲腹内器官造成严重伤害，甚至是会危害生命。人权观察组织捌伫2009年指控以色列，讲苏当时伫加沙22天的冲突当中，都有用白磷弹。按照以色列2013年宣告讲要停止使用这款武器，不过华盛顿邮报记者比对10月伫黎巴嫩庄头白磷弹的壳，发现讲竟然和2009年的生产号码同款，这代表以色列根本就无照片照行，而且以色列军方阁讲使用白磷弹是合法的。סיפור של הזרחן שהופעל בלבנון. אנחנו פועלים בצורה אחת ברורה, באופן חוקי ועל פי הדין הבינלאומי. 另外，以色列继续伫加沙走廊展开军事行动，当地人道危机是一直在恶化。有10位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代表11飞到埃及的立法关口，要了解当地巴勒斯坦民众的实际状况。Here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hunger is prevailing in Gaza. More and more people haven't eaten for 1 day, 2 days, 3 days. This is really a tragedy. 10月7日以下冲突爆发到大，以色列超过1200人死亡，各有130个人质伫哈马斯的手头。按照加沙地区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8200人，当地有190万人有路无厝。联合国大会12日要针对加沙停战，搁开一届紧急会议。按照沙特大欧盟峰会嘛要起过，加沙停战的议题嘛继续来讨论。公司新闻警官庆平玉。再来看印度的莫迪政府，伫2019年决定讲要终止查谟佮应属克什米尔的特殊地位。印度最高法院昨是裁定讲，这项决定合法，嘛下令讲当地上班就爱伫明年的9月底进前来举行地方选举。印度最高法院11裁决。喜马拉雅山区查谟吉克什米尔省的特殊地位是临时规定的，维持政府撤销命令。印度政府伫2019年8月撤销宪法条款，取消当地特殊地位，引起民众不满，提出上诉。不过法院有权维持撤销命令。Today's judgment is a historic judgment, and it has proved that our Prime Minister and the Honorable Home Minister, they had very categorically said that the Jammu Kashmir is an integral part of India. 克什米尔是印度甲巴基斯坦绝对超过70年的核心地区。两国伫1947年发生战争了后，隔当年以停火线将克什米尔分做两个，分属两国。1965年双方各爆发战争，过去印属克什米尔地区方叫做查谟吉克什米尔省，以穆斯林为主。印度中央政府甲当地关系拢以宪法第370条款为基础，有高度的自主权。不过总理莫迪的印度人民党一直反对，搁伫2019年推翻这个条款。आर्टिकल 370 रिवोक होने के बाद यहाँ पे तो टूरिज्म में भी बहुत बूस्ट हुआ, तो बहुत से टूरिस्ट भी यहाँ पे आए, डेवलपमेंट भी बहुत हुई और जो बेरोजगारी है वो भी खत्म हुई। मगर ये हमारी हार नहीं है, ये इस मुल्क की हार है। धोखा उन्होंने किया, हमने तो नहीं किया। आज 370 को आर्जी कहते हुए反对人士也主张，只有查谟加克什米尔省议会会当对这个地区的特殊地位做出决定。因也质疑国会敢是有权利撤销。巴基斯坦看守政府也拒绝承认这个裁决。India has no right to make unilateral decisions on the status of this disputed territory against the will of the Kashmiri people and Pakistan.
印度政府取消特殊电费了后，随封锁当地，中断电费、手机甲网络，实施宵禁，搁派军队驻守。同时，温准印度人移居当地，会当地产搁担任公职。也毋过目前，中央政府对当地大部分的限制拢已经放零。去年当地还阁吸引超过1600万游客，只是中央政府也是定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当地通信。公司新闻地位人编译。再来看，罗西亚反对派头人纳瓦尼传出讲，对关键所在失踪要1礼拜咯。纳瓦尼伫今年的8月，和罗西亚判刑19档哦，伊本地就一直互关伫家家内底，也毋过嘛有风声讲，伊互流放去较偏僻的所在。也毋过上新的消息是，伊目前已经失去联络。美国嘛特别关心这项消息。纳瓦尼原本应该伫莫斯科当兵一个流放所在2年，不过伊团队已经甲伊失去联络将近1礼拜。因问所掌握到的流放所在监管人員得到的答案是，找無這個人。It is about his life and his health and about his his security. Lawyers tried to access him there during last 6 days. In the end of the day, they were just told that the working hours are over, so they have to leave. 纳瓦尼團隊最近一直回憶被轉移到特別管理系統的監管單位，並且做伊甲保持聯絡。這所在是相關安全級別的流放所在。自俄羅斯率犯人用鐵路載人過程愛幾個禮拜，團隊表示目前無法度掌握伊是毋是已經刷到新的所在。We do not have any information about his whereabouts. We are deeply concerned for Mr. Navalny's well-being, and after he did not appear at his scheduled court appearance today, we have communicated to the Russian government that they are responsible for what happens to Mr. Navalny while he's in their custody. 纳瓦尼今年8月被认定犯成立甲製造極端組織罪行，原本的違反假釋規定，早期甲藐視法定罪9年徒刑，佫延長19年。伊團體認為納瓦尼失蹤甲最近俄羅斯總統普廷宣布要競選連任有關係。公司新聞黃文玲報道。再來看，伫杜拜舉辦的聯合國氣候峰會，將提出新的氣候協議的草案，呼籲講愛減少化石的燃料。也毋過只是講要減少，毋是要淘汰，嘛引起真濟批評。包括歐盟甲一寡開發中的國家，因是做伙呼籲講，化石燃料應該得愛淘汰。比有期萬6點外鐘才發布 COP28 聯合國氣候峰會核心協議草案，內容呼籲各國採取行動減少地區地球暖化污染，包含減少石油、土炭甲天然氣消費甲生產。不過，真濟氣候專家甲活動人士批評草案措辭真模糊，缺少具體時間表，佫無講到慢慢淘汰化石燃料。You know what remains to be agreed. And you know that I want you to deliver the highest ambition on all items, including on fossil fuel language. If I can help, my door remains wide open to all of you. 在主席致辞的時陣，有示威者入去，也看板是喊口號抗議。即包超過100個國家支持喺協議中用慢慢淘汰化石燃料用詞，不過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甲石油輸出國家組織領導人是反對啲協議，納入這類嘅用字。歐盟以開發國家甲開發中國家豆豆徛喺共濟陣線，呼籲慢慢淘汰化石燃料。小多數國家聯盟已經表態未批准這協議，佫批評談判無透明度甲包容性。I cannot hide the fact from you. That the text as it now stands is disappointing. We will not sign our gift certificate. We cannot sign on to text that does not have strong commitments on phasing out fossil fuels. 美國國議歡迎第一份聲明中表示，這草案力求平衡多種利益，不過需要大幅的加強。一關氣候人士批評，上新的草案比之前版本明顯都提出，峰會12結束，會議批准下一屆，會喺自控制4年喺亞塞拜然舉行。公司新聞陳慧珍報道。再來看中國北京這裡到今年的頭一場雪，也毋過造成部分地區的交通帕格。另外，伫烏龍港是因為落大雪，有真濟遊客攏專工來遮佚佗。
在乌龙港有名雪乡景区，一片白茫茫，梦幻阁浪漫。为11月开始，来者游客已经超过20万人次。业者把握商机，华建建造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占地81万平方公尺，除了是历届以来上大，游客上爱冰的潮流龙也加长加大。今年呢，整个的滑道从8条增加到14条，而长度今年也达到了521米。可以说是历史上最长的、最大的一届这个冰滑梯。车在北京迎接去年冬天第一场落雪，造成车路甲航空交通大乱。飞机和冰雪砍掉咧，只好伫天气病杜冰。首都国际机场至少59个航班取消，不过当地居民看到落雪是真欢喜，因为这是3年来真难得看到的大雪。非常开心又很惊讶，因为我已经3年没有看到雪了吧？感觉空气清新。很舒服。北京有好几日子没下雪了。受强冷空气影响，河南也迎接去年冬天第一场大范围落雪。电商经济所在发布，暴雪红色预警，190列车帮处停驶，部分路段积雪超过深，不少车辆拢出去，当局出动2万多人规暝堵雪。为保障师生安全，郑州市教育局决定，今天上午全市中小学和幼儿园临时停课。当地气象局预告，为13到15，也有星期坡的雨雪天气，提醒居民出外时阵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消息来看，苗栗警方昨接到台电的报案，讲公馆乡一大高压电塔一个查甫人爬落去15米深的井内底。警方是表示讲，这个查甫人伊可能是偷摕电缆线，才会发生意外。救援人员以吊挂方式，把吊伫内底细落的查甫人救起来。虽然伊还佫在人，毋过规身躯无力，甚至是无法度讲话。先生，我带你去医院。先生。台电伫咧苗栗公馆2号堤防附近的一个电塔，讲因为接到电塔监控通讯信号反向的通知，派人去查，却发现讲这个细落的查甫人摔落去电塔内底下底。不过，伊毋是台电的人，疑似是要来偷捡电缆的。学长上去看到有东西，有面包在上面，他就觉得怪怪的，然后他就往下面喊一下这样，然后有人回他，他吓一跳。消防人员着空气呼吸器，携带气体探测器后进入接触民众，发现民众意识清楚，肢体无力。这查甫人是摔落去15公尺深的电塔内底下底，就伫咧塔管的电缆甲地下电缆管道交界所在，可能已经摔伫内底条规暝，送医了无大碍。台电表示，这条高压电是对通宵送电161,000伏的主要线路。我想窃贼大概有稍微知道这个是有送电的，因此他就是捡那个没有送电的设备，破坏的是附属的通信线路。还有接地线。查扣遭剪断之白铁卷绕管1条，以及犯案工具1批。警方根据现场相关证据判断，这细落的查甫人就是要来偷捡电缆的，依照窃盗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虽然电塔主要送电设备拢无损害，不过其他受到破坏部分，台电后续嘛会甲讨赔。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云林县的刺桐乡过去种真侪杨桃，也毋过因为农民拢老啊，一寡40-50担的杨桃树都互撤掉，改种别项。种杨桃的面积剩无到30公顷在地农会为着要鼓励民众把杨桃种转来，未来会来协助杨桃加工买来加强超商的通路，赚的钱会来加做基金回归给农民。记者无因所讲，云林刺桐乡张氏杨桃果农就讲。过去刺桐乡种植杨桃面积超过100公顷，是台湾杨桃重要产区之一。但因为农民老化等因素，互真侪老宅杨桃树被剁掉转做，愈来愈少人种杨桃，面积敢若剩20-30公顷。种头就种了要种2-3年后才有才开始收了。即摆囡仔拢无人咧做咧，咧做事咧。你所有看到是拢老伙仔，囡仔拢无人咧做事。为着要杨桃稳定的产销。刺桐农会拆出歪豆树农会新制计划，将杨桃转型透过商品化加工，打造农会品牌，并和超商业者合作提供价值，将杨桃加工品所卖利润，要来当做新制基金。
我们所有的所得的利润提拨3%，我们来回馈给我们这些别砍树，让我们来承接的青年朋友。目前已经有2位女生开始在种植，那我们希望它变成一个基金，未来长长久久，我们会把刺桐这个杨桃树再种回来。市场乡农会表示，过去在地农民种杨桃，上网了对产销问题影响计销收入，但现在农会以杨桃加减来卖，并透过行销通路多元，让农民会当有稳定的收入。希望透过无倒树农会新植杨桃树的计划，让市场乡的杨桃产量恢复以往。记者向为你报道。来看有354栋历史的台湾虎城隍庙，有真侪历史的文物。最近互台南市政府认证，真做是第5间宫庙的博物馆。庙方嘛，甲这文物出版做册，佮用讲的方式来解说哦。王公家庙是水价价值，消解互愈较侪人来认捌。详细看两条，竟然有小天使多样，甲一般传统真无共。这是日本时代地方神事受西方教育的影响，至少有东西方套揽做伙文物，有354栋久的台湾虎城隍庙，也个保留国年代地方上的头人所捐献的物品。这间庙嘛，正做第5间得到公庙博物馆认证的庙宇。庙方特别邀请捐献者的后代，做伙来见证地方文书变迁的过程。一个人透过伊对文化了解，写的字传入一个庙内底进进出出，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嘛是有文化影响。庙里头有相当多的一些传统文物，包括历代这一些府城的一些士绅对于府城隍庙的一个整修过程中的一些无私的一些奉献。庙方长期就发现甲庙的文物翕相做记录，佮规划文物馆，拢总收藏155件。其中正定金条有无共表情高起的插片，代表人生世事都演变起起落落。另外，庙内顶电之宝是这块乾隆时期保留到今的赵新道，为着要让大家认捌文化背后的内涵，特别出版导览册，兼有线上语音导览系统，要让大家甲庙内精彩的工艺头尾看好嚼。伊顶悬有一个成风虎，雕刻字样，雕刻字样的时候，圆形伫乾隆时代用圆形的雕刻方式甲立体变做圆的，真特别的所在。文主处讲，台南是全国头一个推设宫庙博物馆认证的城市，因望民众对无形文化资产会使加一款认同。台湾虎城隍庙作为按算未来每礼拜六要提供免费的导览，通互民众更加挖近观赏文物的细节。记者伫台南采访报道。那咱台湾来看日本的下乡葡萄哦，大粒皮薄个甜，是日本用33天才开发出来的品种哦。也毋过这几冬哦，中国佮南韩嘛拢有种出这款品种的葡萄，介绍佮只有日本的1/3。有人就怀疑讲哦，应该是有人对日本透早整治过去种的，也毋过因为日本无申请专利，所以嘛无办法通处理。这葡萄一拍一拍，外观亲像保照同款，详细检查了后才来包装。这就是叫做金王麝香葡萄，肉巴甜，毋若真有汤，有特殊的香气，是日本上顶级的葡萄品种之一。伫东京的百货商店价一拍会当卖到美金100块，超过大票3000块。虽然无俗，却是有真侪人买来送礼。这几年金王麝香葡萄伫海外却是撞到对手啊。気持ちの面ではやっぱ心配ですね。うちもこれからそれこそやっと生産量も増えてきたんで、海外に輸出だ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も考え始めたところなんで、もう海外に出すよって時にいや中国産の方が一番いいものでしょなんていうマーケットが出来上がってたら。自分たちがいくら頑張っても高い値段では取引されないだろうし。金王麝香葡萄是日本科学家开超过30年的时间才研发出来品种。不过这几年中国南韩甲知影引进了后，也伫当地种出外观和气味都真小我的麝香葡萄。虽然品质无金王麝香葡萄遐好，不过介绍俗也变作是消费者的替代品。唔同，一個天一個地嘅。好賣啲。如果講以前咧，就肯定日本，就唔係大陸。但係今年嘅市道唔好咧，就好多人買大陸，即係求其嘅現湊下咁。
明知影毋是正办，日本政府却是无法处理，原因是前王麝香葡萄敢若伫咧日本注册，无申请海外专利，无合法的管道要求南韩停止卖麝香葡萄，或者是要求特许权使用费。也若中国是因为北京检的规定，日本无法度向中国出口葡萄。日本政府为着要补破网，伫2020年已经立法禁止甲已经注册至抑个知影早期国外违规者上当爱关10年，或者是罚日票1000万。另外，也開始用 DNA 分析找出複製品。やはりそのシャインマスカットのように、その市場に新たなコンセプトを持つような品種に関してはやっぱり育種当代から2代3代かかりますので、やっぱり30年40年かかることは普通にある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おります。事实上，除了前王麝香葡萄，日本原产的草莓、樱桃或者是柑仔等新品种，拢无伫咧海外申请专利，即马会当伫咧中国、南韩、澳洲看到复制品。日本的农业机构表示，农民对知识产权的认知佫要加强。因也当咧拍拼讲，要互中国承认日本前王麝香葡萄的专利权。若准有成功，按算未来日本单年会当摕超过100亿日票的特许权使用费，公司7万000亿。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外岛地区上低16度，上悬25度。感謝觀眾朋友收看《公視第2台下晡新聞》，我是陳淑君，明仔載下晡3點，咱再會。